在正小浪扫落来规礼拜拢是好天，关岛海面有热带性低气压，可能成做今年第7号风台米克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批评一寡欧洲国家无协助美伊战争，同时也宣布要检视美军伫欧洲部署的规模。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台南市安南区有警察伫咧巡逻时，是发现一个查甫人，哪像是食毒塞车。这个嫌犯呢，伊是先假无意要来停车，也毋过落尾煞油门吹落，想要浪港。警方伫咧车顶是有抄到毒品。另外，伫咧这赤坎楼甲海岸路边这电火条呢，是互人乌白甲打南摩依托米子的这个大纸。市政府是强调讲会严格来查缉。 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昨日下晡骑倒摆载朋友经过台南安南区安中路一段，互咧巡的警察看到伊骑车撇过来撇过去，在路骑车拿旧咧扫，当场互执行勤务的警察查落来看。不过这个查甫人就假无意停车，后一秒煞油门吹落去，拼死要旋走，当场互人扣落车压制。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砸车造成骹手刺伤，有送病院。 落尾警方伫当场查到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和相关工具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 侦办移送。但日前法务部才审议通过，要甲俗称丧尸分段的第2级毒品依托米指定新型毒品，改做是第1级毒品，专门要动发。无意外，台南的观光街区赤坎楼和海岸路这带，却出现真侪真搞怪大纸，变成像电火条，互人大这写南无依托米指的蓝色大纸，甲毒品摕来讲生笑，在让必须安尼会重创府城的观光形象。这东西其实是新的毒品，他再来会觉得说我们。 这样的实在很有碍观瞻、有碍市容，真的觉得说不应该，这个东西应该把它消除掉才对。对观光客、外国游客来台南来讲，其实都是不好的行销。希望台南市政府可以做一些相对应的措施。针对观光区互人恶意打这毒品的相关大纸，台南市政府强调，这款无经过申请、家己大主大意的广告，甚至迫害公务的行为，拢已经犯法。因后续会加强稽查，嘛依法动法，嘛呼吁大家要爱有公德心，爱护城市的环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好在5日这连假呢，依然有真侪观光客入来。这警方是伫咧风景区甲一寡较重要的景点来掠食毒塞车。有警察伫咧临检的时，互人甲弄着伤，加在落尾是有成功来压制嫌犯。警方是表示讲会强力来执法，维护民众甲游客安全。 马两船比赛伫宜兰东山河闹热起鼓，5日这3天连假，宜兰吸引袂少的游客来佚佗。不过警方唔敢休困，加强临检勤务。因为最近全国接毒塞车害死人的事件一直有，加上宜兰连假这段时间会有真侪车辆游客，为着要避免烧成的案件发生，警方希望透过增加临检的频率，防止接毒塞车的现象。将有大量旅游人车潮涌入本县，为遏止毒驾违规行为。 本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取缔毒驾专案勤务。警方伫深夜巡逻，嘛查到真侪涉嫌接毒塞车的人，有查甫人骑奥多摆，互警察抓落来，佫不服，骑车要弄警察。宜兰警方最近查到2件接毒塞车的案件，经过毒品的快筛，拢是阳性，以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等等的罪嫌上班。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苗栗的南庄昨是传出一桩枪击案，这嫌犯伫街仔头连续开21枪，附近的居民是安尼行一条，加在是无人伤亡。初步判断这是两派人马起冲突，应该是甲选举无关系。也那目前这警方呢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来追查涉案的人员。 伫咧透早，电眼翕到10外架轿车经过店前的巷仔内，雄雄蹦蹦蹦开枪的声传出来，连猫仔狗仔拢走咧旋。苗栗县南庄乡18发生枪案，嫌犯伫咧现场开21枪，在地民众嘛慌惊精神。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我以为是说，人家开车的那个，轮胎爆掉，蹦蹦蹦这样子，这就很吵，放鞭炮一样啊。 打很多次，总共有2间人家厝的铁门，互枪支击着。
现场阁有庆纸壳，好佳在无人受伤。其中一间空壳厝2楼的外墙顶悬挂民进党关机关陈光显选举扛棒。伊讲过去捌接到恐吓的电话，还阁有跟踪的车辆，所以伊谴责这摆暴力行为，呼吁警方得赶紧把嫌犯抓起来。在这个选举比较敏感的时刻，我们是严厉的谴责这种暴力的行为那也希望警方这边可以尽快的将这个相关的犯嫌来逮捕归案现场发现2户民宅铁门遭子弹击穿，所幸无人受伤。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及相关基证，目前持续追查相关车辆及涉案人员。电杆除了翕到嫌疑车辆的车牌，还翕到一个疑似开枪穿黄衫的查甫人。苗栗警方强调，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初步研判是有人发生冲突开枪，人家厝受到损伤，排除甲选举有关系，会继续调附近的电杆，甲收集证据，追查涉案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咱那伫新竹市昨下晡时来发生一件车祸，这是一个25岁驾驶，伊是驶南马空车经过承德路口的时，哪像就是因为驶上紧，结果全并车过，当场去弄到3台奥多拜，加在全部的人敢若是轻伤尔。监视器画面中，南马空车准备转弯，技术速度伤紧，规台车失去重心，当场并车，边仔有3台长的等红灯的奥多拜，骑车民众看到赶紧走闪，好佳在只受到轻伤。刚好有3台摩托车倒下去，好在没有压到，只有一个欧力上受伤了，已经就医。现场就是一台一般平行车，然后跟3辆的摩托车，然后其中有2人。有送医一个是一般民车的驾驶，另外一个是摩托车的骑士另2名摩托车骑士是没有受伤。代志发生伫拜四下晡，新竹市的承德路路口，南马空车驾驶是25岁姓郭的查甫，并车了车顶的南马空就直接流去大路，消局赶紧通知清洁队到场协助处理。经本队同仁到场处理，确认肇事驾驶驾籍正常，无酒容酒气。警方在此呼吁各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警方初步调查，南马空车驾驶并无啉酒，事故原因技术是因为转弯控制无好才会并车。好佳在迄时骑车的民众反应有够紧，才无造成重大伤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咱央行是来开第2季的理监事会议，决议这利率是无被调整，这已经是第9届拢无改变啦。另外，同款无变的，也有这房市选择性的信用管制，这央行是强调讲会密切来注意看这状况来检讨加调整，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国内上升利率决策，央行维持不变，政策现率依然是年成2%，连9摆无起，担保放款用通利率加短期用通利率也拢无调整。按过第2摆，理监事会议内底有2个理事认为，因为通膨因素，即嘛是成立小好时机。其他理事大部分建议利率卖起。这一次呢，我们维持利率不变呢，是我们还是蛮 comfortable。当然，这个呢，我们还要在9月份、在12月份。再重新做一个 focus 的还有参考其他的机构对我们台湾通膨的一个预测。基本上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就是说有那个升息的那个了哈，还是要 data dependent。考虑人工智慧相关投资一直增加，央行上调台湾经济成长率为 7.28% 调悬到 9.45%， 对 CPI 年成率为 1.80% 上修到 1.91%。按过，进前央行总裁杨康良8点稀稀透露，选择性信用管制就到这引起外界理解，管制会进一步放零。针对外界讲法，央行正式回应，依然继续维持选择性信用管制，无增加也无放零。我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呢，我们是维持。我们的民众看涨房市的预期心理呢，还是仍然是人缓了哈。房市交易降温，房价涨势减缓，但是呢，我们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针对最近台股交易正热，民众扩大借贷做理财，互全体银行个人理财、周转金贷款也有明显证券机会，甲金融辅助业投资用资明显成长。央行发声，银行要特别注意信用扩张甲风险控管。中央银行的立场来看的话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密切的注意那资讯的一个掌握，
包括我们去要跟联征啊，要哪些的资料啊，我们会希望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来掌握这个信用扩张的一个问题。杨金龙认为，估计这是因为大家对 AI 题材甲科技业有兴趣，目前经济基本面真好，所以才会调悬 GDP。不过，股市是不是过节监管会会继续密切的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能源署呢，是来公布一份上新的报告，讲因为这天气已经愈来愈热，而且佮加上 AI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所以未来这10档呢用电的需求平均一档是会加2.5%，这已经比日本佮韩国要搁较济啊。原来能源署是强调讲，甲定做2.5%是有掠较能力，目前咱国内电力供应是无问题。去年国内 GDP 有8.76%成长，不过传统产业用电减少风太济，用电负成长减少0.3%，未来10年也是成长的趋势。能源署公布2026至2035年，用电年均成长率是2.5%，比去年预估的1.7%搁增加，比日本甲韩国拢较悬。AI data center。还有就是半导体未来这个需求看起来是很畅旺。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气温的因素，用电需求跟这个温度的关系其实蛮大的。天气热、天气热，拢带动用电成长。在去伫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专题演讲的鸿海董事长刘永伟指出，全球人工智慧资料中心产业持续地发展，到2030年会增加用电量106 GW。差不多是台湾2.5倍的总用电量。AI data center 不光是有1.6兆元的这个那么庞大的产值，而且它也会用掉非常非常巨大的电力。能源署讲，已经把半导体产业资料中心加 AI 科技等新增加用电的需求纳入考量，会加估算成长2.5%，嘛准备开量予业者通申请。未来也大概有估了大概接近1.2 G 的 IDC 的一个量，那甚至于我们目前还有一些余裕，还可以再准备2 G 到3 G。不过学者是讲，以 AI 资料中心需要稳定基载的电力需求来看，政府虽然有规划新建真侪燃气机组，不过却无考虑万一接收站起袂赴，地缘政治出现供气的问题变数，可能会带来供电的风险。这还是应该以保守为宜啦，而且要尽快想办法让其他在国内现在这些可用的核电机组都让他们能够尽快重启。因应用电成长，能源署指出，燃气机组未来10年会新增加26 GW，若是独一的燃煤燃气机组，除了程度要拆除的，其他转为备用电力设施。若再生能源是规划太阳光电的装置用量，到2030年会加1倍到31.2 GW，希望扩大推广触电供电。离岸风电原来会成长2倍外。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咱台股昨是收伫46465点呢，这是新高的纪录啊！但即马咱台股已经排到全球的第5名。专家是来分析讲，正排伫第4个呢是香港，也毋过其实这香港 AI 的商机较无遐大，所以台股应该是有机会通搁甲拼过去。台股最近气势当前，5日这连假进前18收盘起到46465点的新高，台指期夜盘也延续气势，开价46751点了后，盘中欧平红收盘47565点。亚洲其他的股市19日经指数开悬71551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也开悬9288点。最近亚洲各个市场拢和 AI 商机带起来，各界拢关注台股敢成借这届冲起来全球第4名。是有机会会往上去做挑战啦。那我觉得其实后续要看的基本上就是全指股的表现。香港股市的结构其实本来就是以金融跟地产为主啊，科技类股在香港的市场当中，过去其实一直并不吃香。目前全球股市高达上大市场是美国，差不多75到79条的美金；第2名是中国15条美金，刷落去是日本有8.6条的美金。香港若干那算证券市场主板，差不多是5.9条的美金，那台湾仅是5.1条的美金。不过，专家也提醒，全球股市因为美伊谈和情绪起悬，另外外界对台湾产业的高度期待，也让市场的股价偏悬，要继续注意未来的变数。金管会是不是有去检查？这个我不晓得。
但是中央银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注意而已。十八央行也特别点出尽管融资成长的状况，强调台湾经济基本面真好，不过信用扩张的情况还密切注意。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全球名目 GDP 的排名，台湾伫第22名，9767亿美金。若是未来超过波兰 1.13 兆，瑞士 1.15 兆，就会当徛起哩全球前20名。4到5年内可能会往15名、16名这个位置推进。AI 的产业革命，它会持续好一阵子。台币走强的话，那么对于 GDP 的计算会更有利。总体经济学家分析，台湾总体经济亲像是水球立啊断点，实体经济甲投资市场双双拢是正向的爆发性成长。不过，佫需要关注能源自主性、人才欠缺等等的问题，才有长远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先来看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伫比利时北约会议，伊是来批评一寡欧洲的国家无协助美伊战争。同时，伊嘛宣布，这美国伫未来半冬内会重新来检视美军伫欧洲部署的规模，未来推动转型。另外，这北约秘书长呢是有表示认同，伊讲这个联盟的确是需要内部的调整。Announcing today a 6-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Up to 6 months, could be less. Let's call it the NATO 3.0 review.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日伫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警告欧洲国家，宣布要重新检视美军伫欧洲的军事部署甲基地现出时的状况。赫格塞斯讲，美国为了要应付伊朗的威胁，在欧洲盟友斗相共的时阵，有真侪国家拒绝歪插，甚至公开批评美国。伊讲，这种态度让人感觉见笑。强调欧洲不应该是美国的附属国家，而是强大军事力量。Too many allies still don't recognize the historic need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clear to them and to NATO itself to reforge a relevant, powerful military alliance. As President Trump put it, and rightfully so, he gave our allies a test to support America when we asked for their help, and too many failed it. 对美国拢无个人民主的公开批评，佮提出兵力的威胁。北约秘书长吕特讲，北约正经历史上上大的转型期，也同意赫格塞斯重新启动军事联盟的讲法。On that, we all agree. We heard the U.S. announcement to review force posture in Europe. In today's dynamic security environment, I think it is prudent to ensure NATO's forces are optimally arrayed to deter conflict and, if necessary, to defend against any threat. 伫即马美国政策改变，态度正强，叫欧盟爱承担国家在自我防卫的责任。以后北约伫欧洲的兵力结构加战略布局，恐惊会有正大的变化。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再来看这美国甲伊朗的和谈，双方呢是用数位的方式来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原底伫瑞士这签署的仪式已经取消啊，直接展开核谈判。所落来这60天是会继续来参详细节。在法国凡尔赛宫晚宴的现场，美国总统川普提笔，在大家见证之下签署美伊停火协议。另外一边，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也表示已经完成签署的文件。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这份谅解备忘录列出14点原则，首先是美国、伊朗甲双方盟友会马上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包含黎巴嫩战线在内。美军会伫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伊朗负责清除水雷，开放荷姆斯海峡通航。60天内相存免费通行。另外，美国会偷偷解除制裁，佮解冻受限制资产。经济方面，美方甲区域盟友会协助组装至少3000亿美金中型基金。在核问题顶悬，伊朗承诺未发展核武器，浓缩铀库存也接受国际监督处理。最后和平协议完成了后，会提高联合国安理会背书。I believe that it is a win-win s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gets to ensure that Iran will never produce nuclear weapons. At the same time, Iranians get some sanctions relief, which is good for their economy. It's also good for global economy because the double blockade of Strait of Hormuz by Iranians and Americans will be lifted.
不过，真正困难问题也未结束，包含制裁解读的时间，伊拢协计划未来规模，甲最后协议内容拢会伫3日起60天内继续讲。公司新闻陈秋梅评论。另外来看，乌克兰对罗西亚首都莫斯科呢，是发动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的攻击。因即抓是去bomb一间炼油厂，造成17个人受伤，4个国际机场也拢关起来，会当讲这航班呢是受到真大的影响。乌克兰伊是强调讲，伊即个行动即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着要来报复罗西亚进前攻击因的世界遗产迄个元首。10月透早，罗西亚首都莫斯科东南部卡波特尼亚的莫斯科炼油厂，互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后，请大量的乌烟，另外石油泡甲柴油等物质也淹甲规世界。附近的居民讲，袂输是咧落乌雨。这波攻击也互17个人受伤。莫斯科4座国际机场也关起来，500多个航班受到影响。Напуганны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напуганные. Проснулись от того, что гремело все. Вышли погулять, темно, горит все.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страшно. 乌克兰这波对罗西亚的攻击，拢总出动买1000架的无人机，是双方开战了后规模上界大的一届。其中买200架是锁定莫斯科甲周边的地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0月去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会议的时，有强调讲，罗西亚进前崩歹互联合国列作是世界文化遗产，有买1000吨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这波攻击就是乌克兰的报复行动，同时也要互罗西亚民众感受到战争的恐怖。But Putin is not stopping this war. He insists on continuing it, so the pressure must grow. 泽伦斯基同工也甲记者的群组传一段语音的信息。Але якщо буде палати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палати і ваша Москва. Тому ми ще раз підкреслюємо, що час закінчити агресію, час закінчити цю війну. 泽伦斯基10月伫布鲁塞尔隆重参加5场重要的会议，其中包括甲北约欧盟领袖的会议。真济国防部长承诺会协助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也有进展。另外10月东港，罗西亚总统普京参加主办的东协峰会，外交部长针对这个攻击，强调会继续对乌克兰展开定期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好，今仔日在5日这天气会当讲是真烧热，气象署是讲刷落来规礼拜拢会是好天。另外呢，今仔日早起8点的时，伫咧关岛的海面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形成啊，有可能是正做今年的第7号风台米克拉，到底敢会影响到台湾？这是搁爱继续来观察的。拜五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各地天气拢真烧热。气象署讲，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刷落来规礼拜全台湾拢会是一云到好天。不过部分的地区还是会落一寡西北雨。今天的部分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包括中部以北山区、东半部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跟宜兰地区，可能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状况。连假的后2天，太平洋高压会再更强盛一些。甚至下周1到下周4这段期间，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都是比较减少的。只有在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午后雷阵雨。气象署表示，自拜五开始，因为各地落雨的几率较少，所以各地气温拢会加较悬，尤其是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甲华东中国，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署提醒，长时间伫外口做事，也是出门去佚佗的民众，爱记得风拍加啉水。今天我们有发布高温资讯，主要在中南部的金山区、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跟台东可能有局部焚风的状况。这些有亮灯的地方呢，就是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其实未来1周温度都还是比较偏高的，各地的高温都来到33到36度左右哦。那尤其在局部的地区，可能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的情况。另外，气象署也指出，拜五早起8点，伫关岛的海面上有形成一个新的热带性低气压，可能会变成今年的第7号风台米克拉。也若风台未来实际会行线的路径，搁敢会搁增强？气象署表示会继续观察。记者郭耀基、准由台北报道。行政院有来通过毒品条例甲道交条例的修正草案，这食毒赛车也是讲拒绝采检的，拢会当直接甲吊销驾照，而且3档内是袂使搁再考的。若准这食毒赛车害人死亡，安尼这4人就拢袂使搁再考驾照。另外，就连坐共车的人嘛爱做回来处罚。也因为即摆呢有真侪这电子烟有去染着毒品的，所以行政院也打算要来修正《烟害防治法》，要来加强管制电子烟。
车偏离车道冲撞路边的5台汽车。台北市南港的这个车祸，阁是食毒塞车引起的。驾驶被检出的毒品有多只被法务部决议升级做1级毒品的依托米兹，后加载无人死伤。小客车驾驶神情恍惚，经现场实施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确认为毒驾，另于车内起获依托米脂烟弹1颗，当场依现行犯逮捕。真济食毒塞车，行政局提修法18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无论有无肇事，只要毒驾的累犯，就终身不得再考照。同时，不论车辆使用的车辆属于何人所有，一经毒驾发现，一律没入车辆。如果你车子不慎被偷走了，如果你也是符合刚才我讲的，不是你的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我想也是不予处罚。但是这都要看个案的具体事实来做认定。道交条例修法重点增加，食毒塞车或者是食毒塞车拒检，吊销驾照3年来免考领，且目前食毒塞车致人当伤死亡，重新免考照，共且成年乘客相当罚15000。若经过警察机关确认有食毒，就算无塞车行为，也被有风险吊照2年来免考领。这毒品条例修法考虑即卖就检规定，无法度完全符合实务需求。修法增加喙瘾采检，将这个方式法制化。不过，国内食毒塞车乱象严重，甲电子烟的滥用有关系。中央成立的扫污反毒小组已经将列做一部重点反毒工作。电子烟我们的规范呢是规范在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可能就会提交院会的烟害防治法当中会把这些漏洞呢把它给补起来。违宪法道交条例、毒品条例修法了后，赛期危害防治法也要修法，强化对电子烟管制。相信下礼拜行政议会就会进行讨论。行政署是下令18暗时启动专台大执法，主题食毒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在行政院嘛有来说发动中央指挥小组，拢总是有4道防线，对警官来测断毒品的来源。这当中，因是建议要互一寡退休的军人甲警察入去到校园内底来做第5级的保全。调野立委是表示真认同，也那民间团体是呼吁讲，这家庭教育应该嘛爱纳入防治体系。互人合作强势烟弹依托米脂新型毒品，最近是愈传愈严重，已经甲提升做1级毒品。行政院推动修法，包括加重食毒塞车的刑责、预防性盗照等等，要建立4道扫毒的防线，甲4领查1帮。包括各县市的警察局调查站宪兵下校，其中因为校园内无警察调查单位，政府会推撒第5级保全，来自退休的军警人员，具备有安全防护的概念的一些军警人员，这些退休以后进入到第5级保全，学校必须要跟警察单位签订资源协定，也就是有情资的整合进来以后，那警察可以进入到学校里面来做查缉的工作。要说第5级保全调野立委正面看待，不过也烦恼，若是校园伪造的现场变得一怀中血，处理袂好势，恐惊会造成事先的惊吓。行政院愿意编列预算让校园可以多一些校安人员。然后由退休军警来担任，这个我支持了。但这个编制必须要归学校系统来管，而不是说成为军警系统的在校园的派驻单位。那这个当然会引起校园恐慌。过去确实警方入校园是有相关的禁忌，但是只要是能够校方跟警方能够把教育单位跟警政单位做一个好的横向连结，大家有高度的共识，后续就是执行的问题了。中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是提醒，相关办法应该重视未成年学生的个资甲身份保护。另外，也呼吁要防止毒品流入校园，除了基本的源头管制，其实家庭嘛应该纳入防治体系，和预防网络会当更加完整。很多的弱势家庭、单亲或者是高关怀、可能高风险的家庭，可能这些家庭出生的小孩子，他特别需要关注。建议行政院应该有第6级保全就是家庭教育法这一块，还要再去更深入的要求家长的责任才对。除了校园防堵，政委桂连成也表示，未来政府会加强公共场合、学校甲网络平台宣传，嘛希望各县市的政府警察单位建立检举专线的窗仔，方便处理任何的证据。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南投县的警方，昨咧临检的时呢，是掠到一件假毒赛车，也阁有3件的假酒赛车，拢总是来告发55件的交通违规。针对着这假毒赛车的查甫人呢，警方有顺利当场甲人掠起来。假毒赛车亲像随机杀人，拜时会知影，南投玻璃分局伫中山路查到一个47岁细娘的查甫假毒赛车，警方当场依法逮捕。你糖啊，甲迄拢有嘛，拢有在用吼。 47岁梁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当场在车内取获俗称上市烟弹的依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等毒品证物，并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现阳性毒品反应，警方也立即依法逮捕移送法办。除了查到这件假毒赛车的案件，南投县警察局摆是嘛是专权进行道路临检，半工就搁掠到假酒赛车3件3人，摕到毒品的现行犯1个，通缉犯1个，过期移工2个，嘛各发一般的交通违规55件。截至6月16日止，本局已强力查获各类毒驾案件共69件，法规对毒驾绝对严惩。 最高可重罚新台币36万元，直接吊销驾照；若因而致人死伤，最高可判处10年重刑。警方表示，唔通叫是5、2节连续假期，若被执法，南投县的各分局嘛会实行临检，互用路人会当有一个平安的假期。记者洪义修南投报道。 咱若家己市伫5月底时，是来发生槟榔摊的抢案。这是一个13岁的少年人去到槟榔摊呢，假影要来买物件，毋过煞熊来攻击店员，而且阁甲人抢。这警方伫半点钟内有顺利掠到人，就连店内这监视器呢，嘛甲规个犯案的过程拢甲翕落来，而且阁互人传去哩网络。嫌犯伫槟榔摊假造要买物件，熊摕番仔姜水攻击店员。 抢到物件了后离开，店员赶紧敲电话报警察，才拄甲门锁咧。嫌犯煞搁翻头转来，毋但将门砸无害，搁来抢第2摆。警方接到报案了后，伫半点钟内就掠到人。用那个辣椒水跟人家喷，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算是强盗，还进来2次，还一个把风，这种罪行很重啊，他不晓得严重性。这是家己市5月20日暝末的时阵，伫美新南路发生的槟榔摊抢案，警方接到报案。 按照店员提供的线索，两名将2名少年嫌犯掠到，专案以涉嫌强盗罪移送少年法庭审理。涉案少年持辣椒水攻击店员后，趁机取走柜台现金逃逸。那警方迅速于8分钟内在案发地点周边查获2名涉案少年，并起获部分赃款、辣椒水及相关证物。那全案依涉嫌强盗罪移送少年法庭审理。 根据警方调查，嫌犯会讲翻头抢第2摆，就是因为第1届无抢到钱。2位未成年的嫌犯抢钱的才13岁，另外1位17岁，讲是身躯无钱才会来抢槟榔摊。详细犯案的动机，警方阁需要继续来调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卫福部有来发布一份统计，讲去年通报家庭暴力的是有19万多件，这5冬来已经增加27%。这当中呢，亲密关系暴力是占家庭暴力通报案件差不多是有5成。暴力道歉、原谅，再暴力，再道歉，不断的在这个中间循环。 亲密关系当中的暴力，常常互受害者看不清家己安全的界线。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到达要28年，卫福部公布上新的数据，家庭暴力通报的案件，对111年14万多件，到114年增加到19万多件，增加超过27%。通报案件当中，亲密关系暴力大约占5成。卫福部也希望社会大众对亲密关系暴力有更较侪认识，甲提高警戒。 去年有24件重大的亲密关系暴力事件哦，那这其中有一半以上，54%过往双方都没有任何的通报记录。第1名就是分手、离婚跟感情的因素哦，占了50%。 兵团后有情感的教育，爱自细汉就开始，互囡仔知影安怎正确的面对互人拒绝的失落感。因也提醒讲，一段关系的结束，真有可能是危险的开始。有医师也分享讲，在亲密关系当中，若是对方有出现情绪热恋，想要控制一切，情感万度等等，有可能是恐怖情人的危险信号，爱特别注意。上注意的物件，毋是咱好的时阵，那相处的品质安怎？上重要的是讲吼，咱若是拄着意见无共款，还是讲无顺意的时阵吼，伊的反应是安怎？若是你俩跟伊相处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会惊，你会烦恼。
想讲啊，你讲伊敢会受气，敢会无欢喜的时阵，你都要注意这件代志咯。卫福部表示，透过官方的社证、医疗机构甲民间团体共同的合作，希望服务需要的民众了解，伊毋是孤一个人。除了申请保护令，政府也提供庇护所等等的资源。民众嘛通伫手机下载110时性报案的 APP， 拄着危险的时，毋免出声，就会当直接报案。记者郭玉琪、林秀凯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这淡水大拜拜，今仔日下晡就要来起鼓啊！这个传承要100冬的清水祖师的了境呢，是地方的大代志。这重点之一就是暗访，也有明仔载的日巡。时到这淡水市区呢，嘛会开始实施交通管制。淡水旧街仔沿路开始闹热，现场已经有真侪民众提早到位，要来看淡水清水岩清水祖师爷绕境活动，也就是一般咱咧讲的淡水大拜拜。因为明仔载就是伊个祖师公所的生日啦吼，我们就因为人会较济啦，所以我们今日提早来拜拜安尼。按新德，有按中华，然后按家己。比方讲淡水大拜拜绕境活动已经传承100年。是淡水地方逐年的大代志，也是新北市的无形文化资产。绕境活动逐年伫旧历5月初5日节举办暗访、设立办日巡，透过新民出巡，保庇地方的平安。今年伫19、20连续办2天。安那庙里的人是坐甲吵，工作人员嘛开始咧无用准备。阮即摆要出去的就是老三组咧准备嘛吼，老三组头1点半就要出去安曙峰，嘿，然后3点阮的老组。应该是讲二组、红来组、大组，同重要的红来老组要开始出巡。清水祖师绕境伫下晡3点起行，上特别的是暗暝举办的暗访。清水祖师会带领阵头绕境，消灾解厄，发生的吸引侪信众来参与，另外配合绕境的活动。淡水市区19甲20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今次毋是淡水市区住户车辆入来，公车路线嘛会改道，要来参加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记者郭金勇、王志光淡水报道。这5日这个五溪水呢，人讲能量是真好，会当消灾解厄，甚至佫会当转运。今年大家铁尖山呢，因为五溪水活动一透早就有真侪人来啊，现场也有这个骑能社民众做伙来挑战。台中大家铁尖山这减震呢，逐当的5日这拢会举办养五溪水的活动。人讲这中昼11点至1点之间，这个水呢是会当消灾解厄，所以有真侪人走来要抢。另外，这现场也有骑能的活动，互传统的祭礼继续错位。好，这5日除了骑能以外，佮白灵船，未少民众呢也会把握这个五溪呢来取这个开运祈福的五溪水。屏东县新丰乡这乌龙村呢，就有一口传超过180吨的这个古井，逐当的5日节拢会请真侪人来到这底五溪水。议长周典伦和新丰乡长5时1到开始进行祭拜仪式，拜了拍开古井挂，水桶水向下面弹落去，安尼抢的水才会当装满，就开始会当取五溪水。屏东新丰乡乌龙村出名的龙神古井，今年5日节同款时间也未到，就足侪民众炸水桶走来排队要载五溪水。这口古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嘛有袂少传说。清朝时代，算讲这种是因为妈祖指示来挖的对吧？清朝指示妈祖指示来挖的水，就有这个治疗的这个心情啊。前总干事表示，这口古井伫遮超过180年啊。细汉听长辈讲，是居民受到妈祖指示，伫乌龙这附近开井，互居民用。甚至嘛有人讲，因为村内捌摊怪病，求医无效，使用龙神古井的水了后，病就好去啊。是说这个传统延续到今嘛，5日节就有民众来载五溪水祈求平安。伊的水质，甲咱普通时间起来水质是完全无共款的。是，那个水特别好。啊，你好啊，会伊讲也当辟邪啦，洗净我们的身体啦。回去的话，先用一点点，然后煮沸喝，然后再用一点点让家里面洗澡，剩下的留着。地方人士讲，龙神古井一直是地方重要的文化活动。取五溪水嘛办超过20年啊。除了延续5日节传统，屏东县政府今年嘛举办画图比赛，吸引地方国小学生参加，让少年世代认捌在地文化和历史故事，嘛让龙神传说继续流传。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今日下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
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是好天到济云，过到了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公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新闻的最后，祝大家五二节平安吉祥。同时，咱嘛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五二节，唔但是徛两尔尔，嘛有人是来举办一个徛西瓜的活动。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Thank you.